咱准备心。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因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面前。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这时，咱来吟圣诗，圣诗266首，
请来向主唱歌，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就是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叫阮凡事感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和你有甜蜜的交通，让我们能够安静的等候神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圣灵的引带。透过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日夜的每时每刻都能行走在正直的道路。感谢主，你的爱让我们不再有罪的捆绑。我们赞美称颂你。我的主啊，恳求你将你的话赐予我，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将你的话改变我，使我们能得着你的欢喜。恳求你，互阮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生活的力量。这是我们用主假是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天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互阮离弃，就救阮脱离这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启用第64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这声，因为人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爱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慢的邪恶。对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
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即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即时咱来恭敬上帝的话，起来着圣经雅各的批第1章第2甲第4节，雅各的批第1章第2甲第4节，看我来读。兄弟姊妹，恁拄着即款的试炼的时，着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恁着忍耐到落尾，才会当达到完全搁完整，拢无缺点。愿上帝话真做你生活的帮助。即时咱请社青团契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旷野中唯一的力量。上
感谢谢声真好的歌声来荣耀上帝。这时咱请本堂的林牧师来正道。万事平安。感谢主，咱今日谢请团契带领咱用着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来带领咱来敬拜咱的主。伊伫咧诗歌内面讲起着讲，咱的上帝伊是伫咱患难中的即个安慰，甲黑暗中的即个盼望。伫咱咧求救伊、呼救伊的时阵，伊要成做咱的拯救甲帮助。也是咱今仔日牧师要正道的即个题目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元素吼。感谢主，咱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圣的主里，搁一届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毋是要例行公事，乃是要真正要对阮的心底来发出对主你迄个真实的敬拜。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引带阮，互阮真正，特别是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的时，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来主你。来开阮的心，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伫阮的日常生活中，当阮拄着患难，也是踮伫黑暗的中间的时阵，主你成做阮的安慰甲望，愿搁一届将阮家己本身恭敬交托伫主，祈祷靠主所给的圣名，阿免。咱今仔日要来煞接顶一遍的即个分享，咱讲到即个复兴的即个关键，咱抑阁会记哩，咱进前咱有去分享着啥物货无？咱有讲起着讲复兴的迄个关键来伫迄个改变，搁迄个改变是对咱家己本身来做开始，过来咧。咱伫咧讲到即个复兴的关键的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爱有迄款安尼的心，就是我会通改变，我要改变，搁我已经咧迄个进行式，我正拄啊咧改变，搁我已经改变，搁迄个改变毋是只有讲到迄个我已经改变就煞，乃是迄是一个不断循序渐进的，一直不断的迄个循环，伫咧互咱的迄个过程内面，咱透过咱的迄个改变，互咱会通忍受迄个伫咧迄个过程内面会做遐个困境、遐个艰难，佫会通感受着迄个中间到底上帝伫咱的中间有啥物款的心意，佫来伫咧中间开始去领受上帝伫咱的心，即个伫咧咱的所拄着即个困境、即个艰难的过程内面，咱到底伊要对咱讲啥物话，伊要伫咧迄中间要爱咱做啥物款的改变，佫来咧，咱伫迄中间开始接受即个困境、即个艰难，佫过来咱无佫诚做。将即个困境、甲即个艰难、即个患难，诚做是咱的困境，乃是要诚做咱的即个成长的迄个养分。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接受，过来咧，咱就开始伫迄个中间来享受上帝伊怎样透过即个艰难、即个困境、即个患难，互咱伫迄个中间，咱不断伫遐来成长，咱就伫迄个中间来享受上帝透过即款安尼的困境。来带来迄款安尼的改变，咱伫迄个中间，咱就享受迄个上帝所要赏赐互咱的迄个一个迄个咱讲莫大的迄个祝福，伫咧迄个后壁面要互咱的迄个祝福。所以伫咧迄个改变的过程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观念的改变。咱观念的改变，影响着咱规个咱咧做代志的顶面，咱的一寡原则咱的观念。影响到就是咱伫咧做代志的原则，甲着咱做代志，咱要做啥物款的选择，佮咱的观念嘛要会去影响到咱的感觉，咱的做代志的态度嘛会对咧改变，迄个观念的改变嘛会影响到咱的策略，所以咱伫咧迄个咱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顶面，咱会有无共款的行动来出来。所以咱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讲起着迄个观念的改变，影响着咱影响着咱的思想，影响着咱
当咱的迄个规个思想若来改变的时阵，咱所做的决定嘛要做一个无共款的决定。咱伫咧迄个观念改变，影响着咱的对每一件代志迄个情感的迄个感觉迄款安尼的迄个反应，至到咱的态度会有无共款。咱的观念改变，至到咱的迄个，咱伫咧做代志顶面，咱对一件代志顶面，咱的迄个意志会有一个无共款的迄款安尼的迄种态度，至到咱做代志顶面，咱的策略，咱的方向嘛会有做一个无共款的。安尼的迄种选择，所以咱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咱要成做一个得到互上帝来甲咱帮助，互咱成做一个复兴的人。咱的教会要成做一个复兴的教会，咱伫咧中间，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观念的改变。所以伫咧迄个观念的改变，一个真特别的，就是伫咧咱拄着苦难的时阵。咱要有一个无共款的一个态度。苦难，我想毋是每一个人拢安尼真意爱，无人爱苦难，敢有人讲伊就爱苦难的我想应该无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伫咧亲像今仔社青团家所吟的即个诗歌内面，咱会拄着患难、拄着挑战的时阵，咱的迄个个性上，咱原底本底就是迄种安尼会通讲。咱较习惯伫咧安逸的迄款安尼迄个处境的内面，所以面对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咱会有真侪的迄个无适应。但是咱若观念改变，咱会有一个无共款的想法，就是苦难要是啥物？苦难是上帝的恩典。咱若用一个无共款的迄个观念甲态度来去看待咱的所面对的即个苦难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苦难是上帝恩典，因为当咱伫咧面对苦难的时阵，是讲，咱若讲毋是苦难，咱若讲另外一个叫做挑战也好，也是拄着一寡艰难的代志的时阵，咱伫咧中间，咱到底要安怎来去看待一件代志？伫咧咱面对着即个苦难的时阵，如果咱若安尼，即个苦难伫咧中间，咱安尼落尾手来成功。来赢过即个苦难的时阵，咱是毋是用着一个无骄傲、无自满的迄个态度？咱会知影，伫咧咱面对着即个苦难的时阵，咱有法度成功，毋是因为咱的熬，是因为上帝恩典，咱的主伊甲咱三个伫地，伊保守咱、带领咱去盘过，也是讲赢过即个挑战。所以咱伫咧拄着成功的时阵，咱无啥物通好骄傲。因为迄是上帝，伊赏赐咱有智慧、有能力来去面对即个苦难。但是咧，如果咱若面对着咱拄着迄款安尼失败的时阵，咱伫迄中间，咱嘛共款无放弃、无灰心、无绝望。因为咱会通真清楚知影，安尼咱伫咧面对即个苦难，也是即个挑战，咱也未赢过，表示咱伫咧中间，咱还佫有一个真大的迄款安尼成长的迄个空间。所以咱伫咧迄中间，咱无伫迄中间来放弃，咱嘛无伫迄中间来软弱、来灰心，无伫迄中间来绝望。所以苦难是上帝恩典，苦难是上帝恩典，是因为迄个苦难对咱是有帮助的。咱伫咧看见着即个约伯伫咧约伯记，伊讲安那，讲我前我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伫咧约伯，伊伫咧，咱若看约伯记一开始的时阵，约伯伊会通讲当初是一个好野人。伊伫咧面对着伊的安尼伊的生活，安尼非常的富裕，伊有安尼济的囝儿查某囝。但是伊伫咧中间，伊干那做一件代志，就是伊时常毋是干那伊家己本身献祭，伊也为着伊的囝儿查某囝来伫遐来献祭。伊惊了即个伊的即个囝儿查某囝来得罪上帝。但是伊是伫咧一旁风顺的迄款的情况的下面。但是当后来面对着安尼撒旦伫咧上帝面前伫遐来控告伊的时阵，上帝将约伯放伫咧即个安尼即个撒旦安尼交伫咧伊的手，干那交代讲袂使安尼丧失伊的性命。伊伫咧中间，伊失去一切。
伊伫迄中间，伊甚至失去伊的囝儿查某囝。伊伫迄中间，安尼所有的财产拢总失去了后，伊伫咧火湖中伫遐来刮着，伊家己规身躯拢总是疮。伫迄中间，伊伫遐安尼，虽然讲有侪遮的安尼伊的朋友来看伊，但是遮朋友来看伊了，拢只有甲讲一件代志，就是啥？你拄到遮个代志，一定是你做毋着啥物款的代志。这叫做落井下石。但是伫迄中间，约伯伫咧咱看去约伯记内面，伊讲起着约伯伫迄中间，伊犹原无用到言语伫遐来得罪咱的主，咱的上帝。伊伫迄中间，伊敢若心内有侪迄个苦痛，讲是安怎，我哪会拄着安尼的代志？伊伫遐讲苦袂滴，我赶紧来死。但是咧，伊犹原伊心中有甲上帝有侪迄个对话，伊伫中间无迄款安尼，伊无放弃。伊伫遐犹原牵条伫伊所相信的主。落尾手，上帝搁一摆安尼来恢复伊所有的，包括伊的所有一切，包括伊搁互伊的安尼，伊的囝儿查某囝，搁一摆安尼搁重新搁将伊所失去的，拢总搁生倒转来。搁约伯记后壁讲安那，讲伊的查某囝，搁是迄当时是上水的。苦难，伊伫遐安尼面对苦难的时阵，上落尾，伊讲安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只有伫咧苦难的过程内面，才有法度去真实去甲上帝相拄。伫迄个苦难的过程内面，咱才有法度去经验到这位主。咱当咱伫遐安尼，甲伊掠条的时阵，伊就安尼会通讲带着咱安尼去搬过遮个困境。伫迄中间，咱才有法度去真实去拄着讲这位主，伊怎样去带领你去经过，去搬过遮个困境。所以，咱伫咧迄个面对苦难的时阵，咱要用一个什么款的态度，是讲迄款的观念来去面对咱的苦难，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所以，苦难是上帝的恩典，伊要咱伫咧无受过苦难的时阵，伊伫咧中间有可能咱伫咧面对着即个侪代志的顶面，咱有可能会抵到咱有迄个选择行袂路。伫咧诗篇119篇内面，安尼讲起讲安那讲我还未受苦进前，已经安那行袂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是伫咧伊伫咧苦难的过程内面，伊搁一摆人伫咧苦难的过程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因为咱伫咧顺境的时阵，咱会真容易伫迄中间，咱来倚靠家己，咱来伫迄中间，安尼，咱感觉讲我足有办法的，我足有才调的。咱伫咧台语内面讲有一句话讲叫做啥物？讲摇摆那无落魄的久。咱伫咧做代志，咱伫咧安尼真顺境的时阵，咱会到路尾，咱会感觉讲我足够的，我足厉害的。搁过来咧，咱就看无别人，甚至看无上帝。咱只有伫咧面对着落魄到迄款安尼，伫咧困境，毋知要怎样的时阵，咱发现讲我真正无才调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讲主啊，搭救你哦。迄个时阵，咱才会去看见讲，即个信仰是偌尔啊重要。所以伫咧困境的时阵。尤其是咱伫咧咱现代即个世代，咱看见咱面对咱台湾，咱咱安尼会通讲尤其是安尼即阵尤其是伫咧美中贸易的即个过程了，侪台商转来到伫咱台湾，咱台湾的规个经济哪来哪好的时阵，咱爱真注意，咱毋通伫咧迄个过程，直到咱的心智伫遐来骄傲，来伫遐到尾咱感觉讲，我啥物事拢会通做，直到咱怎行袂落去，只有靠伫
咱伫咧面对着受苦的时阵，咱爱记时常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因为迄个受苦是对咱有益，要互咱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所以苦难是啥？是上帝恩典。苦难也是一个奥秘。只有透过着一个即个苦难的过程内面，伊才有法度互咱互咱的性命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提升。所以，迄个咱会通看见，咱会通回想咱的过往，咱的日子内面。你伫咧你一生内面，迄个你的记忆内面，上侪的记忆是啥物个？是伫咧苦难的过程。因为你伫咧苦难的过程内面，你发现你安怎伫咧你迄一生内面，你所面对的这困境、这苦难，你伫咧迄中间，你怎样安尼倚靠主来得到得胜的日子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迄个是咱讲上水的记忆。所以苦难是一个咱讲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咱会通讲真奥得想象的一个代志。伊伫迄中间是安怎？咱反倒是会通去，咱若伫遐去回想咱的过往的时阵，咱会是想讲我过去安尼伫迄咱讲有个人讲，伊伫咧生活内面，伫咧胼手知足的即个情境下面，但是我伫迄中间咱一步一脚印我呾即马我经过安尼，咱讲呾即马安尼经过久了，我即马安尼拢完全来得到恢复上帝赏赐我侪的恩典。互我即马安尼拄着安尼的即个顺境，咱伫迄中间，咱会有真侪美好的迄款安尼的记忆。所以咱会通知影，咱迄个苦难毋若是迄个苦难安尼尔，伊是上帝祝福，是上帝恩典，也阁是一个奥秘。过来咧，迄个苦难会通讲，伊嘛是一种的迄个荣耀。苦难。咱伫咧咱的迄个面对着迄个苦难的时阵，咱只有伫咧苦难的过程内面，咱才有法度去经验着上帝。伊伫咧当下安怎甲咱三个地地，咱伫咧面对着苦难的时阵，咱伫咧苦难的中间去经验着上帝伊怎样甲咱三个地地。咱伫咧面对着迄个苦难的时阵，过来无搁再是咱咧面对，是上帝伊。安尼，咱讲伊抱着咱，爱着咱，来去安尼赢过所有这一切挑战。所以，咱要伫咧即个苦难的中间，要来来去看见，伫咧即个中间有侪迄个上帝伊怎样来去带领。我时常会搁一摆会去想着我过去，我的查某囝伊伫咧面对伊的即个，咱讲伊的咧伫咧情伤的过程内面，伊甲伊的男朋友伫遐交往安尼应该有5、6年哦，就对大学开始一直交往，一直到研究所安尼，伊的男朋友研究所毕业了，讲甲伊画册。用想象讲，迄是一个偌艰苦的代志。我伫迄个中间，我心嘛足艰苦的我家己一个宝贝查某囝，伫咧迄中间，我心内嘛侪艰苦。咱要安怎去面对迄个苦难？我一个牧师伊有讲起着伊的迄个故事，我感觉讲迄当阵我若有伊迄款安尼迄个观念就好。伊的查某囝伫咧面对甲迄个牧师伊的查某囝嘛是牧师但是伊查某囝还袂做牧师进前甲着伊的即个教会内面的另外一位少年牧师咧交往，即个牧师当初是着无看好就感觉讲这无可能。结果无拍算，后来真正即个少年牧师甲伊的查某囝就来安尼来讲分开，查某囝伫遐失恋，就伫遐真艰苦心。即个牧师伊即查某囝甲伊的爸爸讲了，伊的爸爸干那做一件代志，你知道吗？感谢主，
为了你的思念，我们一起来去吃一顿大餐。因为刚才你伫咧也未结婚之前，你就已经你就已经去了解到这个查甫人。你毋是甲已经结婚了，伊才来讲着甲你画册。我当初是我若迄款的迄种的观念，我就袂去伫遐。迄当阵嘛，即马心内嘛还佫会迄款安尼，迄落安尼艰苦心。但是咧，伫咧即个过程内面，我的查某囝伊确实，伊伫遐认真讲，伊有侪毋甘愿，伫遐讲是安怎伊会拄着安尼的代志。上帝啊，我敢无遐尔啊群对你嘛？所以伊就伫咧迄中间，伊干那做一件代志。伊伫咧一年内面，伊甲圣经读4遍。伊干那讲，我要对主你来找求。是安怎？我会拄着安尼代志。一年要读4遍，认真讲，对我来讲嘛足困难的。我毋知影我的查某囝安怎去经验的，但是伊确实安尼，甲主安尼，会通讲安尼扭条条。所以我这个查某囝后来落尾手，伊即个男朋友佮转来，佮重新甲伊交往。我迄当阵我干那，伊即个男朋友当初是要甲伊撮的时阵，我伫咧，我甲伊有 FB， 我就伫咧 FB 内底问伊讲，这是你正确的决定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说对，所以。即声，你要搁甲我的查某囝重新交往，安尼歹势，你还搁重新 reset， 我搁重新甲你看过。上帝伫遐保守我的查某囝，后来伊透过伊伫咧迄个过程，后来伊去读研究所，我的查某囝的研究所的老师拄都是4年节伊的迄个后生甲伊的新妇。伫迄中间，后来伊透过伫咧迄个拄好伊所读的，拄好是有关迄个用透过戏剧治疗等等遮的来伫迄中间，伊家己毋若医治伊家己的伤，伊也伫迄中间，甲老师去到伫迄个少年监狱伫遐来帮助一寡遮的少年人。后来伊就写伊的毕业论文。伫迄中间，伊的论文毋若得到即个少监的欣赏，佮伫遐得到毋知什物佳作还是啥物，我袂记。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伊。你面对苦难的时阵，还有荣耀，就是伫咧迄中间。你伫咧面对苦难，你牵调上帝的时阵，上帝保守你。落尾手，我的查某囝，伊。因为经过着少监了，伊原底本地伊认真讲，伊早过去拢甲我讲，伊拢甲伊妈讲，伊无爱，伊以后尽量无爱去接触甲即种青少年的即种学识。结果哪会知？伊经过少监了，伊对遮少年人有搁较侪会了解了，伊落尾手，伊决定讲伊要考老师。上帝就甲伊三弟弟，互伊伫咧迄个准备的过程内面，互伊安尼落尾手，伊去考迄个台北的即个国中的老师，伊就伫迄中间透过迄个伊的课程是迄种透过那个双语迄种戏剧的方式来去帮助囡仔伫咧会用伫咧日常生活中会用安尼用着英语来侃而谈所以伊落尾手伊是摕到第1名来去考调迄个教师的甄试。考教师甄试落尾手伊也迄落安尼落尾手伊毋是去拣一条较迄落较简单的种较轻省的学校，伊去拣台北市迄个
论真讲是叫做上，迄落，然后最知名的中正国中，我毋知影咱台北市的中正国中，听讲迄个所在啊，拢是高级知识分子吼，迄北部吼，听说都很难搞，吼，但是伊就伫迄中间，上帝甲伊伫地，伊伫遐也会通安尼，甲着遮个学生有真好的即个互动。一个原底本地对着青少年，感觉讲这个囡仔都这些小屁孩，这个囡仔是足难搞的。但是伊经过这个苦难，面对着侪上帝，互伊伫迄中间观念改变。伊伫咧迄个中间去经历着上帝怎样带领伊、引带伊，苦难要后壁还佫有佫较大的荣光。所以上帝伊要互咱伫咧迄个苦难的中间，要显出伊的荣光。如果咱若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欢喜伫咧中间来安尼将家己来交伫咧主的手的中间的时阵，咱要看见上帝怎样带领咱、引带咱，互咱伫咧面对着咱生命的每一个处境的中间，要看见上帝的荣光伫迄中间来凸显。我要来讲另外一个反面的例。有一间教会牧师即个教会牧师安尼9年伫咧即间教会牧会，即间教会土地真大片，比咱教会大咧上无2-3倍以上。各教会另外伫咧别位嘛有买另外的土地，面顶嘛有起厝，等等遮个。即个牧师伫咧即间教会，论真讲，伊有侪的，咱讲伊的劳苦，咱无法度讲这有啥物问题。问题就出伫咧我要讲的放手。当即个牧师伊到伫即个退休的时阵，进庭退休的时阵，教会因为即间教会，教会遮个小会员，因为教会落尾因为教会有幼员有家己的幼稚园，即间教会为着即个幼稚园是教会一个真大的收入，直到当牧师进庭退休的时阵，因后来要找新任的牧师，只有干那一个要求，就是因原底老牧师娘爱留咧，因为即个教会幼稚园是即个老牧师娘咧看，因干那惊讲即个幼稚园安尼落尾手会哪像怎啊安尼，迄个经营会不善安尼，所以干那唯一对即间教会，对新来的牧师干那一个要求，就是爱即个老牧师甲牧师娘爱留咧教会。结果个老牧师伊本身因为安尼的缘故，所以伫咧伊嘛无离开旧底的教会。结果教会就每一届要有聘新的牧师的时阵，就即个牧师同款伊会搁伫咧中间伫遐安尼，咱讲抓着不放。一间教会对差不多130人，我若无看毋着，我会记哩。即马目前教会剩50几个人，因为即间教会9年聘袂着牧师，伫咧中间影响教会，影响规个，伫咧原底本地是一间的营业教会。因为咱无愿意放手，咱无愿意伫迄中间来安尼，互上帝伫咧伊家己的教会来掌权。一间教会，原底本地非常的荣光的教会，伫迄中间安尼青年离开，会友离开。当咱面对苦难的时阵，咱若有欢喜安尼的迄个看见，咱伫迄中间来欢喜来放手，会有一个无共款的结果。我搁来讲另外一间伫咧中部的教会，原底即个牧师嘛是共款，拢是牧师。牧师为着教会
伫咧中会内面有即个墓园但是即间教会即个教会伊无即个墓园的即个主导权，因为墓园的主导权伫咧另外2间教会，即个主要的教会顶面。即个老牧师伫咧中间，就伫迄个中间伫遐做抗争，甚至无愿意交教会的即个中会费。去到教会原底本地一间真大的教会，后来变做去互中会甲伊降价做机会，无愿意放手。但是后来当即个牧师已经进庭退休，无法度落尾手教会内面的老长老好不容易去找到一个牧师，对美国回来，叫做食草打药回来，无人敢去。去到位，伫遐甲对这个牧师讲，那牧师啊，阮无法度阮只有将教会交托伫你的手，请你来带领阮的教会。从此以后，国外牧师做真侪的改革，即个老长老伊拢毋敢去做干涉，伊甲伫遐心内讲一句话，这是伊家己讲的。伊讲，即个少年的我看无伊咧变啥物肉，所以。这个老牧师就，这个少年牧师就伫迄个中间来做真侪改革。经过安尼20几年了后，即间教会成做中部地区一个真要紧的教会。当咱若欢喜放手，咱愿意放下，咱伫迄中间，咱就放心，就教会要伫迄中间来得到荣光。所以，咱伫咧面对困难的时阵，到底咱要用一个什么款的态度来去面对？咱伫咱的工作的顶面，咱伫咱的家庭的顶面，咱到底是毋是真正要互主伫咱的家庭、咱的工作顶面来做主做王？当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到底是来去找人，还是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找主？约翰福音第11章内面去讲起着。即个列撒罗的故事，列撒罗伊伫迄个中间，安尼因为伊的姊妹，即个马大甲玛利亚，甲主耶稣有真好的即个关系。列撒罗甲上帝嘛，甲主耶稣嘛真好的关系。但是无拍算，伊即个时阵破病。破病的时阵，伊的2个即个姊妹马大玛利亚就赶紧请人去找耶稣，请耶稣赶紧来救伊的即个安尼兄弟。耶稣听到了后，讲安怎？讲即个病无治到死，是要为着上帝的荣耀，是要互上帝囝照着安尼来得到荣耀。无毋对，列撒罗伫咧中间，伊对死，后来主耶稣甲伊安尼安尼叫起来，伊了后，伊来告我，上帝嘛伫咧迄中间得到荣光。但是咧，上重要的，却是要照着即个件代志，要互当初时的人看见上帝的囝主耶稣，伊伫咧迄个中间，伊是迄个，就讲无人有法度互世人搁活的过程内面，要伫遐看见讲有上帝的即个恩典伫咧因的中间。因伫迄个中间，因看见也伫迄个中间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主。但是搁较要紧的，是伫咧后壁，当主耶稣后来受卖去用钉死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咱会通去想象，如果主耶稣伊的即个宣告，若到伫耶稣伊钉死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安尼伊的迄个宣告对咱来讲，迄是一个失败，因为死就死啊，所以迄个耶稣伊的死。对伫撒旦来讲是啥？讲叫做啥？完了。对伫咱用世间的即个价值观来讲是叫做完了。但是咧，对主耶稣来讲安怎？主耶稣伊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伊干那讲啥物话？伊伫咧当伊要断开的时阵，伊安怎讲？他说什么？成了。因为伊确实伊知影伊会过活。因为伊伫咧，伊也未定死，伊也未互人卖进前，伊就讲我第3日要过活。
所以对伫人来看，咱伫咧即个世间做即个世间的观念内面，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只有干那一句，咱干那一个想法，完了。但是对咱的主来讲，伊有一个无共款的想法，叫做成了。咱伫咧面对困境、苦难的时阵，咱到底咱要用到一个什么款的迄个观念、态度去面对？咱是要用到即个俗世的观念来去看咱所拄着的代志，讲啊，完了，我拄着这遮的代志，当完了。还佫会记你有进前嘛捌有安尼迄个故事，我毋知影迄是毋是真诶，但是如果若是真诶，我感觉讲这嘛是真做一个真好诶，就是爱迪生。爱迪生伊伫咧咧做侪遮试验，结果无拍算一遍，伊伫咧试验的过程内面，伊所试验的迄个实验室都会烧起来。哇！当初时爱迪生已经是一个真有名的人，结果无拍算，伊的实验室烧起来。结果爱迪生嘛是伫咧伫边仔咧看人咧伫遐拍火人，伊怎徛咧边仔伫遐看。落尾手，伊的囝嘛伫遐讲伫遐找因老爸，讲等我这老爸走去倒位去。后来去找伊老爸，伊的老爸甲讲来，你来边仔，咱来同齐来欣赏。伊伫遐讲。呾遮的过去，遮的无好的代志，我的遮实验有失败，呾即声我拢已经一把火给烧了。对因囝来看，因感觉讲伊的老爸实验室他拢烧了去啊。但是咧，对伫爱迪生来讲，遮的多好，会用将遮的原底遮的不完整、无好的，拢总甲烧掉。搁过来咧，伊要会用成就迄个搁较新的，成了。落尾手，爱迪生也因为安尼，伊有新的实验室，伊落尾手伊就伫咧中间来发明留声机。一个咱伫咧面对代志的时阵，你怎样去看你所面对而且困境，你的所拄着的代志？所以，咱伫咧面对困境的时阵，咱到底要安怎去面对？伫咧咱面对着这困境的时阵，咱是倚靠咱的主呢，是咱倚靠咱家己？伫咧哥林多后书第4章内面讲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苦，却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没有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却不致死亡、灭亡。藏伫咱的这个瓦器内面的这个宝贝，到底是啥物货？如果咱若亲像保罗先生伊所讲的，我们有这个宝贝，这个主耶稣藏伫咧这个瓦器，咱这个瓦器内面的时阵，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如果咱内底，咱这个瓦器内面，只有干那藏的是咱家己本身的时阵，咱所拄着的代志，咱所面对的代志的时阵，咱只有干那样讲完了。但是咱今仔日咱有主伫咧咱的内面的时阵，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就算死了，仍然是成的。因为上帝伊要伫咱所拄着面对这困境的中间，要互咱得到一个大的成长。伊要将迄个无好的来给提走，来将迄个好的留咧互咱。有一个医生伊的某吼，伊的某是一个咱的迄个女牧师。这位医生安尼，因为伫咧病院嘛有真好的即个安尼，咱讲名声，递到甚至即个安尼有迄个患者会安那会爱慕啊，所以迄医生落尾手伊也陪陪啊，心嘛会痒啊。即个女牧师
为着安尼嘛，伫迄中间心内有做艰苦事、艰苦心，伊就伫遐来安尼，敢若伫遐安尼仰主祈祷，将伊的家庭、伊的婚姻交托伫主的上帝，主的手中，就伫遐落尾手安尼，伫安尼伊用着真长的时间内面，伫遐来安尼仰主求主保守，落尾手这段婚姻有挽回回来。落尾手这个医生安尼伫咧伊的性命安尼拄着一个安尼，咱讲嘛是一个安尼冲击，就是伊发现伫咧伊的脑部生瘤啊。有当时咱咧生瘤的时阵，咱爱看讲到底是发伫什么所在。这个医生，伊拄着安尼的代志的时阵，当伊这个某因为安尼，甲这个婚姻挽回转来，落尾手这个医生伊嘛安尼轻调吼，甲轻调伫咧信用顶面也安尼，甚至落尾手伊嘛有做真好的这个服侍。面对着即款安尼迄个安尼脑瘤的时阵，伊伫迄中间，伊嘛是共款。搁一摆将伊家己本身交到主的手中，落尾手安尼，即个脑瘤摕起来了，安尼拢真好势。上帝将迄个无好的摕掉了，要将迄个好的留互咱，毋是要互咱失去，乃是要互咱得着。为着的是要互咱伫迄中间去经历上帝伊的手怎样来带领咱，来医治咱。所以，兄弟，咱搁一摆来去回想，咱伫咧顶回咱有讲起着即个蜕变。咱期待咱家己得到复兴。你伫咧面对着你家己的即个即个困境的时阵，你到底将你家己到底藏伫咧什么款的坎站内面？咱的信仰是悠远，搁留伫咧即个毛毛虫的即个性命。咱伫咧看见着你家己伫咧你的性命内面拄着遮个安尼，即个困境的时阵，检查你伫咧读圣经的时阵某一段圣经对咱来讲最有帮助的。哦，即段圣经，互我伫咧中间，我怎啊安尼有得到一个更新。但是我安尼搁过来，我悠然继续依然故我。虽然即段圣经对我有帮助，但是我并毋是将规本上帝的话。藏伫咧我的心内，我伫咧面对着另外其他的代志的时阵，我是毋是伫咧迄中间悠然有法度去面对？是我悠然共款，就搁伫迄中间来唉声叹气。如果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咱悠然是从一条毛毛虫变成另外一条毛毛虫而已。咱只有伫遐不断来吸收，将上帝话不断藏伫咱的心内。咱伫咧面对着困境的时阵，上帝话真做咱的帮助。所以，就算讲我打即个时阵，我面对着最的黑暗，亲像我安尼已经伫迄中间被茧包起来的过程内面，我悠然因为有上帝真做我的倚靠，我伫咧迄中间，就伫迄中间安静伫上帝面前，伫遐等待上帝。伊会引带甲带领，当时间到的时阵，我就有法度伫遐来破茧而出，成做迄个蝴蝶。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困境的时阵，求主帮助咱无搁再伫遐来倚靠咱家己，咱是要搁较侪伫遐面对着苦难的时阵，咱无搁再是伫迄中间来唉声叹气。咱搁怪，咱要知影，苦难是一个祝福。苦难是稳定，因为伫咧后壁有一个莫大的祝福，要互咱的性命会通亲像即个蝴蝶破茧而出共款，来安尼得到上帝的施恩赐我满满。咱搁一摆来回想即个咱所顶回咱已经有提起的问题。伫咧哥林多前书13章遐有讲起讲讲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咱的主伊既然伊安尼应允，咱敢有
真正抓着即个应允伫遐来靠主的话来伫遐来结识。咱要怎样来看咱生命内面最最正的考验？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面对着即个咱伫咧困境苦难的时阵，咱会用无共款的态度来去面对。就过来，到底咱怎样看待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到底是迄个对一条毛毛虫换成另外一条毛毛虫，是咱已经是伫咧即个茧的阶段，是当即个时阵咱要破茧而出。如果咱今仔日不管咱是伫咧毛毛虫，是伫咧茧，咱要怎样帮助咱家己会通蜕变成为一个蝴蝶？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好搁一摆来深想，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主你搁一摆互阮看见，苦难无搁再是苦难，乃是帮恩典。苦难是对我有利益的，但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互阮伫咧当阮在面对苦难的时阵，主你的话要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当阮伫咧面对困境的时阵，主你要成做阮的倚靠。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过来的日子，阮会通倚靠主来较赢，也互阮伫咧即个军队的即个过程，阮会通伫咧即个苦难中来去经验到主你的荣光，怎样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彰显。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给的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91首，圣诗591首，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来思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一全能的地上帝大兵，伊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圣别，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其实咱来感恩奉献，请曾志祥甲李恩清指示。感谢你，互阮会使奉献。阮所有诶拢是你诶，我诶奉献拢是阮生活乐意诶。求你拣咱阮诶奉献，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诶名，阿门。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吼，咱来看。雅各的批第1章第2甲第3节，看到咱来读。兄弟姊妹，你遇到逐款的试炼的时，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雅各书第1章第2甲第3节。好，这时咱来看迎新报告，今有3位新的朋友，一对夫妻吼是林宝堂、王丽云，请起立，咱来欢迎吼。因前是伫桃园的文化教会嘛吼，即马搬来咱宜兰，吼，宜兰真正好所在吼，连空气拢甜的吼。好，过来就一个要欢迎的是简于婷姐妹，好，我们欢迎。事后再请社青小组社青团去跟他来接洽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报告2025年的新任的同工各团区有选出有松联甲青少年的选出来甲大家来过目第2点就今日礼拜了后，要请各团区的会长、小组长到教育厅。因为建堂委员会要确认新堂的规划空间非常重要跟时间赛跑，
所以请各团契的会长、小组长务必前往这个教育厅那边来集合。那关心建堂空间的需要的兄姐也可以去聆听。那在第2堂礼拜后要召开长执会请长执们留步那第3点就是携手爱无限的活动，在11月9号要进行说明会，16号要办理福音茶会，所以希望有关怀的同工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希望你的出席跟协助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在第4点就是有年度的查账将在于11月10日请各团去整理之后将这些凭证交给我们查账员许英元姐妹。那第5点，在12月31日有年终的祷告会如需要你分享的、见证的向我们音乐事工团的团长洪燕颖来报名有关肢体消息大家来看代祷事项有为考试受训的言语发展迟缓，还有身体健康或走出丧妻之痛的直接来祷告。那另外上周的出席报告请过目那我们就向干事甲会计来订正。那安排到侍奉的请准备心以上，请来补充报告。搁一届邀请咱郑兄弟，咱因为这个携手爱无限的这个事工到时阵会有真侪这个弱势家庭来到伫咱的中间，期待咱郑兄弟会通真正当咱迄个，尤其是伫咧11月初9，咱有这个行前说明会，咱会用搁较侪兄弟同齐来参与咱透过行前说明会了解了后，咱伫咧16号拜六要举办这个福音茶会来甲遮个咱的这个福音朋友，甲遮个弱势家庭甲因有一寡互动期待咱会通咱透过咱领受上帝的话语，咱嘛会通伫迄中间甲因分享上帝的疼所以鼓励咱正兄弟拢会通尽量来出席以上。这时我们来公道请安静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遴选我们得以成为你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爱使我们在南洋教会有这样的爱中彼此的坚固、成长与祝福。求你使我们明白你的话，在这真理的话中来领受，彼此服侍，让我们这有限的人在你的话中得到满足。主啊，帮助我们认真的面对现在我们所有的一切，且学习着将一切在主你的面前摆上，学习献上为主所用，透过摆上的生命来再次经历上帝那丰盛有余的赐福，明白我们是你拣选的人，我们是领受上帝福气的人，也是可以与人分享上帝福气的人，更学习人活着是要学习敬畏上帝。主啊，你了解我们的需要及痛苦，求你帮助教会中曾世祥夫妇参加专科医师的考试，求主赐下属天的智慧，也帮助简明德弟兄最近因为必须到新竹受训，求主保守出入的平安。也为教会的铁木马少的小朋友有语言的发展迟缓，求主持续的医治。也为王娟慧姐妹的辛苦，也求主保守。需要身体健康的吴明达长老、陆仁杰、江秀英、黄珠、卢丽英等出入的平安。也求主赐下刚强的灵，在张许弟兄同在，早日走出丧妻之痛。主啊，虽然我们的身心有时感到疲倦，但这样的感觉提醒我们，要再次回到主的面前，领受上帝的爱，再次用你的爱回到家庭，享受有主的爱在我们当中重新得力。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也在知道自己软弱之中，渐渐学习体会别人也有软弱。就这样的体会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你的话语、爱的方式来互相的陪伴，让教会成为一个陪伴心灵信仰成长的地方。我们需要满怀的信心的祷告，因为他是全能的神，知道神爱我们。现在我们又为社会国家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你的话语，让这个社会有公义、怜悯、有爱。从我们当中看见有耶稣的形象，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指引我们。求主赐下智慧给掌权者，使他们有能力能够降服在主你的旨意之中。我们也为教会的来祷告，那样教会只有让上帝爱成为我们彼此间的连结，用爱让我们体会上帝的应许、赐福与恩典。谢谢上帝，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大的小小，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唱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咱来吟全首。吟诗了后，请牧师来祝祷。上帝家己互恁已经成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咱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愿上帝跟因你这的人，愿上帝跟因你这的人，愿意。上帝跟你这的人，愿上帝听跟你听的人，愿上帝听跟你听的人。上帝听，听你听的人，愿上帝平安，天地赐福咱，愿上帝平安，天地赐福咱。上帝